那市长你怎么看说？因为之前你说换羽这件事情啊是彗星撞地球，那现在韩国瑜民调好像有点在下滑了，你觉得这有可能会发生吗？我跟你讲，我很庆幸我不是国民党的，我不用烦恼这个。哇，这实在是这个实在是难题了。不过还好，真的非常庆幸我不是国民党的。所以你现在觉得有可能吗？很难啦，这前面哇你，我老实讲，我这个在国民党初选的时候，韩国瑜是民进党提名的，那个大家都灌票给他嘛。所以说所以凸显这2次的初选，你知道，极其荒谬啊。就是说民进党在初选的时候，那国民党蓝营的就灌票给小英，那等到国民党初选的时候，那绿营就大量灌票给韩国瑜，要不然你那个怎么可能说，那国民党的初选小英民调掉到10几嘛，对，还不到20，这一夸张，就是说老实讲，台湾人民太调皮了，实在是。在香港呢？那你怎么看？就是蔡政府上任之后，好像这个没办法啊，对啊，国际局势哦，是啊，你也问我哦，深呼吸放轻松了。这种邦交国要维护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对你来说已经是无感了吗？不是啊，你有感反而让人家更，常常是这样的。你表示说 I don't care， 他反而出招没有意义。因为 care 他就更想出招。这就是你事先说那个小英呛中的原因，所以导致现在的状况吗？如果你不呛中，他也是会一个一个把你的邦交国收起来，只是快慢而已啊。所以是这样的哈，终究台湾还是要思考。我每次开玩笑说，我们要锻炼无氧呼吸的能力，就是说，就算没有邦交国，要活得好好的，这个还是要想想看的。香港周末又有流血镇压，然后有人评论说这是港府新形态的镇压模式，然后是以乱治乱，你怎么看？香港再闹下去，不是闹下去，再这样一直下去啊，实在是糟糕了。我刚说我说每次说留下一个民主，第一个留下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的，对大陆不是坏事的，对中国不是坏事，就是说至少它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就是说人家在同样是华人世界啊，他怎么走过那个民主化的过程？我一直觉得说，当然台湾今天的民主化有时候我们会看说立法院都在丢嘴球，觉得好像很好笑，但是就整个世界上来讲，你想想看我们台湾民主化才30年。当然没有理由跟那个什么瑞士啊、瑞典那种民主化300年的国家比，所以如果以时间来计算的话呢，其实台湾民主化算是蛮成功的。这也是有时候将来在写李登辉的历史贡献的时候呢，台湾能够和平转换和平转换这个民主化，你知道，这个李登辉有他的贡献，你知道。当然从蒋经国到李登辉，所以我倒觉得是大陆在处理香港啊。我是建议他们看一看台湾的历史的，看一看参考一下。还是那一句话的，民怨你不解决民怨，你知道吗？你是在怪说什么是 CIA， 什么是台独跟港独合作？我跟你讲你丢一根火柴再丢10根，没有汽油弹还是烧不起来的。所以还是要去很诚恳的去面对为什么香港人民这么不满的根本问题的。这还是北京政府静下心来想一想，不然按这样继续下去，你知道吗？最后一定是六四结束嘛？这6四下去，大陆经济一定倒退20年了。因为这个对西方国家来讲，还找不到理由制裁你哇，你自己送上门来吧。到时候美国如果要求欧美国家要表态，大家在这种大帽子之下，谁敢不表态？一定是经济抵制嘛。所以这才是老实讲，这才是大陆的危机他真的要想一下。